捨得。喺度附近住嘅，細個都喺度睇戲，到而家做咗十幾年。可能大家依賴咗網上平台，咁就少咗買飛入場睇戲。多多支持香港電影啊！要大家要入場睇多啲戲，所以咁啲戲院先唔會再咁樣執笠。喺 last day 嚟到，咁可以其實都可以感受下香港嘅歷史咧，歷史見證啦。其實係一個電影業嘅一啲慨嘆咯，我覺得係都係一個人哋嘅生活方式嘅改變，同埋網上嗰個資訊嘅改變。佢始終都要結業，都唔係好捨得啊。應該可能啲租約期滿，一係可能佢係呢啲，即係可能佢加得好直定捱唔住咯。即係可能佢開啲新嘅戲院，可唔可以即係可能嗰個租約個成本咪降低少少？最後一日諗住留念下咯，係啊。我以前嚟過 MegaBox 睇過星影會嗰啲戲，即係呢，所以我係特別有意思嚟呢間嘅，都執埋，可能有啲可惜啊。可能北上嘅風潮太犀利，影響經濟啦。好多人都建議加勞力景，加到200啦，啲人都唔會上嘅。